有人話我哋貓咪依偎喺兩腳獸身邊瞓覺係表達愛、信任同埋尋求安全感嘅行為，因為兩腳獸嘅體溫同埋腳臭味可以令到我哋安心，散發住家嘅感覺。味道仲好好添，傻得嗎？貓咪靠近人類瞓覺嘅可能原因，愛與信任嘅表現。貓咪選擇與人類睡覺，尤其是在人類身邊熟睡，是無聲的愛與信任嘅證明，表示將人類當成屋企人。尋求溫暖，貓咪天生怕冷，人類的身體會散發熱量，所以靠近人類取暖，特別在寒冷的季節，感受安全和安心。貓咪在睡覺時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，依靠在人類身邊能讓貓咪感到安全，不必時刻保持警惕，瞓得舒服又安心。皇上，今日就等我靈靈發嚟保護你。熟悉的人類氣味，人類的氣味對貓咪來說是一種安心的堡壘。聞着人類的氣味，能讓貓咪更快進入睡眠狀態。嚟咗啦，Sunny，sit，Sunny，sit，Sunny，sit。有人報警話呢度有人打交啊？係啊，咩人襲擊我？匪徒有冇留低咩線索啊？有，啲雷佢滾。Sunny，咩啊？點啊？有咩線索冇啊？Sunny，如果係冇頭緒嘅話，就幫下手叫白車啦。渴望陪伴，雖然貓咪看起來獨立，貓咪也需要陪伴，靠在人類身邊睡覺，表達貓咪很想和你一起。冇咁臭，咁咪攬住我，使唔使啊？我唔會呃你噶，我淨係要一個唔係好討厭嘅男人，俾啲溫暖我啫。建立親密的關係，貓咪是喜歡建立聯繫的動物，與人類一起睡覺能增強貓咪的歸屬感和依戀感。我唔會打你噶，我淨係想搵一個人傾下偈咋。冇乜好傾嘅啫喎。我空虛，我寂寞，我凍啊！啱大話。領地的標記，貓咪有強烈的領地意識，可能會將人類的床視為共同的領地，並透過氣味來標記。終於都有人識欣賞，多謝你。上姐，好。習慣成自然，如果貓咪從小就被允許在床上睡覺，很快便會變成貓咪的習慣，並將床、人類的腳邊、人類的肚腩附近視為安全穩定的睡眠地點。較高的視野，床鋪通常比地面高一點，貓咪喜歡在高處睡覺，因為可以提供更好的視野和安全感，方便貓咪觀察周圍的環境。仲忙，記得訂閱我哋豹貓私房菜。下集再見。